今仔日要下班的时阵，阮同事走过来，和我讲话。我嘛是想讲爱定定讲台语，所以我就有几句仔甲伊讲台语。伊亲像进前我要学台语的时阵拄着的人共款，拢做好奇，嘛感觉诚奇怪。伊讲：“你台语讲甲怪怪，有腔口，为何你阁要甲我讲台语？”我甲伊讲：“我即摆长伫学台语。”伊问讲：“为什物要学台语啊？”我讲：“嘛无啥物特别原因。”但是阮同事嘛是用华语和我讲话，伊是诚甲我讲台语，但是伊只想要甲台语好的人讲。像我即种像外国人台语怪怪的人，伊就希望讲会当莫甲我讲台语，上好用华语讲就好。因为对伊来讲，伊想要讲听话的时阵无遐痛苦，阁听无也无听甲足内热，伊无想要安尼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即摆就有一个目标，想要好好甲台语练好好，所以我自从想要练台语以后，我就开始注意着我身躯边的人有定定讲台语无。若有讲台语，我就真少听。我嘛会找机会讲台语，但是一般人互我的反应拢是讲无好就莫讲啊。反正语言就是用来大家来语言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尔，所以希望讲正常讲话就好。当然，因这种想法会互我做伤心，感觉受伤的感觉。譬如讲，我若去超商买物件，还是讲去买软饼，都是有人会讲：“啊，你讲国语就好啊。”啊无就是我报我的会员的电话号码，但是电话号码是文音，实在是无定定讲，我就讲甲哩哩啦啦。啊，别人想讲伊的工课，就是甲电话会员的电话找出来，紧甲这代志牵少，所以伊感觉诚奇怪。除非讲我就是敢若会晓讲台语，人就会当理解。但是我是伫学台语，我华语讲比台语搁较好，所以因更加感觉足困扰的。但是这代志嘛是互我一寡无共款的想法，就是讲咱人啊，就是其实毋免讲足注重别人的想法。为什物呢？因为伫因的世界内底，因当然就是希望讲工课较顺利，听话莫听偏差去。对因来讲，这目标就是上重要的。但是现主是对我来讲，我就希望讲台语会当愈讲愈好，会当定定讲，愈讲愈顺。所以讲，我甲因的世界这个目标是无共款的，所以我不应该去想讲因怎会无甲我体谅啊？我安尼甲我口洗，安尼甲我袂死，实在是我诚可怜，也无都甲我嫌。虽然讲大家拢希望讲伫别人面头前拢是上好的一面，展出来，展家己上好的一面，互别人看。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。即摆呢，若是讲以生心灵的观念来讲呢，咱其实
爱问咱家己的内心，问咱家己的内心，你即马想要做啥？你的热情伫倒位？你著提出热情来，但是毋免讲去看别人的目色。例如讲，我进前想要，我就是看阮主管的目色，希望伊甲我肯定。伊若今仔交代我诚重要的任务，我著欢喜甲要飞上天。但是伊若开始怀疑我，怀疑讲我这个人有啥物目的，对我就是开始啥物秘密拢不爱甲我讲，拢颠倒是别人拢知影，敢若我变讲我著诚孤僻呢，替伊用甲诚孤僻。但是因为我就是看伊的目色，我心肝内无家己肯定家己的迄种想法，所以较会造成我会因为主管的反应影响我的心情。所以我即摆的想法就是讲，做一代志心肝了定，家己想要创啥，家己是肯定家己是上重要的。所以为学台语这个代志来讲，实在是看甲搁较透。为虾米呢？因为学台语，互一般人的反应，就是讲，哪有即种想法？哪会造成我的困扰？因为我的台语讲无好，因就会困扰嘛。所以我变讲，我就是爱听家己内心的声音，就是我就想要学，但是毋是因为讲替互啥刺激着，我就有即个决心。身边的人发现讲我毋是3工，我毋是热3工以后就无消无息。我是有一直有